照顧者專題：點樣面對拒絕接受幫助嘅照顧者？好多時候，照顧者因應自己嘅風格同情緒，唔願意接受其他人嘅幫助，唔少都係由於社會文化嘅原因，唔想俾人覺得係施捨。我哋會鼓勵佢哋要知道，照顧者唔係一個萬能嘅人。當我哋有需要嘅時候，揾人幫手係一種勇氣嘅表現，代表我哋願意尋找更好嘅方法去處理我哋嘅照顧生活，同時都願意同人好好聯繫。當照顧者拒絕幫助時，往往唔係純粹話我唔需要幫，而係涉及身份、價值感同控制感等更深層嘅心理因素。以下係幾個溫和而實用嘅應對方向：一、理解背後嘅動機。拒絕幫助嘅行為通常源於維持自主同尊嚴。照顧者可能覺得接受幫手代表自己做得唔夠好或者失職。角色認同過強，佢哋可能已經好堅定認同我一定要照顧人呢個角色，難以放手。信任或焦慮問題，擔心其他人唔夠細心，方法唔同，或者會令情況更亂。試下用理解代替對抗。我知道你好重視做好每件事，同埋都希望被照顧嘅人可以安心。我想了解你最擔心嘅係咩？二、用合作取代幫手。唔好強調我嚟幫你，而係表達我哋一齊嚟。喺用語上轉換可以降低防禦心，例如我要唔要我哋一齊準備晚餐？呢部分我可以先處理，你幫我睇下合唔合適。三、肯定對方嘅價值。照顧者經常需要聽到你已經做得好好，肯定佢哋嘅努力、責任感同貢獻，令佢哋較容易放手部分控制。例如，你真係花咗好多心力，令屋企一切穩定落嚟。依家我哋可以輪流接力，等你都可以休息一下。四、由細嘅協助開始。如果對方拒絕大幅度幫忙，由細又唔具威脅性嘅協助入手，先幫手買菜、收拾部分物品，或者短時間代班，令對方逐步感受到被協助嘅安全感同信任。五、鼓勵自我覺察同界限。如果對方願意傾，可以溫和咁關照佢內在嘅狀態。你最近咁忙，有冇留意到自己有啲攰？你嘅身體同心靈都需要照顧。呢個可以幫助照顧者由只照顧人嘅角色，轉向包含自我照顧嘅自我覺察。六、如果你係專業人士或者家屬，保持耐心同尊重好重要。唔好試圖修正照顧者，而係建立安全嘅關係，等佢哋逐步體驗到接受幫助並非失能，而係一種成熟嘅平衡。總結：面對拒絕幫手嘅照顧者，核心喺於理解而唔係說服，合作而唔係取代，肯定而唔係責備。當佢哋感受到被尊重同理解，先容易放低防衛，願意一步步接受支援。